片分享有一个选项叫WeChat，就微信啊，微信啊，通信软体，选择早安问候，已经上传了吗？WeChat，微信，右下角说唱，真的嘞，影片就上。他怎么分享出去？你们知道传送给朋友，原来是用这样做的。繁体字。原来是这样做的。影片上传，再做一次给你看，操作一次啊。WeChat 就是影片，档案管理员找影片，找到这个第三个探索微信翻译功能，会把简体字翻译成繁体中文，按右上角3个点，分享项目很多，你看也有个 WeChat WeChat Favorites 刚刚选的是现在上面第一行最右边 WeChat 就是微信了 ，Favorites 喜爱啦，送上去就是会说唱，那到哪里传到哪里去呢？放在哪里呢？在这个微信软体，WeChat 软体里面右下角右下角的我的说唱，收藏进去，真的嘞，图片影片，连结也可以啊，连结也可以呢，连结也可以呢，档案也可以呢，音乐，那这样就是一个储存的空间了嘛，聊天记录，语音、声音档、影片档、笔记，笔记是文字档啊，位置，这样就等于一个网络空间，可以上传影片、声音啊、档案啊、图片应该也可以，影音图也可以。然后按来看，按一下，可以播放，可以看啊。那怎么传给朋友？你看，简体字翻译成繁体字，我们把这个影片传给朋友，按播放画面，按这个播放画面，你看你就传送给朋友，也可以截屏影片，按传送给朋友，再试一下，传送给朋友，看一直按立存，